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团圆天数的快乐，相信大家如实体会过。几多年韩国系退休过后，归心乐神去做志工，继续为社会奉献心力。今日我们要带大家去花莲认识一群退休的韩系无闲下来的铁路志工。2年多前，对铁路局开发出初中退休的叶美阳回到故乡花莲。去年接派为花莲县铁路退休人员协会的理事长过后，如果初间呢成立的志工服务队，一带了一群平均60-70岁的铁路退休人员。繼續為台鐵服務，睇車站的月台、無人照護站、韓國鐵道文化館，甚至風災過後的大路巷，都看得到伊能睇服務。雖然葉美陽抽到的口腔癌同尿腹腺癌，不過伊認為生命唔應該被打傷害的。伊同一群對火車路有過深感情的台鐵人，繼續為台鐵奉獻，繼續守護嫩台鐵。来打，这车嘞，后边上尾啊，慢来就爱照规矩啊。打。也建議看了來，冷到半夜時上來看到上輪嘅屁股肚，不過兩群平均60-70歲，甚至還有82歲嘅職工，就大早就走到協會門口等人。一個比一個早，本來我們規定是8點半哈，最早是9點。結果我第一次去當志工，準時9點到嘛，人家已經做一片了，不行，要提早8點半去，8點半還是不行，現在你要7點半就可以。對，怕人家做完了。大早就當做精神，就連職工夾不夾記到，快用上面當做法律。從半夜之前喺6點水內，不過見半夜天公包從日未感受到咧，幾多嘅熱情。臭屁眼啦，今日就按5天。100孔呀，超的孔呀，聽講要落水了。發這個大願來整理鐵路這個，哎，天空也讓你配合。對，歷史中比氣象較準哦。啊，係啊，哦，會信命，你空數下準咧。事拍後，基本間宣布嚟到小風嘅無人招呼站治理環境。還沒有到那邊，還沒有到啊，還沒有到，大概距離那個紅綠燈大概差不多，還往北這邊300公尺。好，沒關係啊，跟着走了啊，你在啊。基本上，其實今天我們的工作內容比較單純啦，尤其是那個球威了哈，拉一拉了，綁啊了，好不好？好，耶！我們就開始了啊！好，快來，來，來把這個車子哈移開啊！哎，路上要小心哦，照顧。我知。海口係站無人招呼站。安泰嘅熱台平常時冇乜人出入，但係還會去行人標差，呢片早晚上下課嘅學生啊。附近條招呼站嘅前邊呢，係隔壁一個奉天站。奉天站已上班2-3日田，因為喺呢2-3日未按法嚟所在，你前邊就實在有困難。而家寒風結骨，嚟到年紀一大嘅職工。做領學鋪為人養產，做世界數台嘅大牙起來，除落實去服務咧。78歲嘅戴鳳春，喺鐵路局做嚟40年半，2年喺做連鐵路局嘅副，喺個皮鞋來服務。鐵路嘅副嗬？係。哇！我哋鐵路限住喎。幾多年咧？
我爱俩30人元咯。两条布30人。咩？这海皮海。皮海做30人。两面20人元啊，我退休做17年啊。富美中20人元了。系啊，我个限休啊。啊，奶哦。就算退休咧，还係保有對鐵路嘅感情，只為兩位嘅特寸土地，都有基韓國嘅腳跡。啊，年頭班係做乜嘅？係拖板咧，睇到修理了路線啊，專門修理啊啦，我係監工退休啦，當然都愛出來，有平貨站行乜嘢啊，我迄南邊都翹起來做啊，我做苦工嘅啦，我從18歲就做啊。18歲就入鐵路，一生人都不買本鐵路啊！係啊，你還要買本鐵路啊？服務嘅世界不是就在談到全世化同快樂嘅小商，佢挑講是係鐵路檢測嘅太除咗我。有那老朋友、老同事窮下，有可以活動筋骨啊，情有感情，這份情哈，從看到鐵路嘅一支木子咩，一支鐵路一台車喺韓國，全部看到就懷念頭擺年處處落啲鐵路部來工作㗎，這個感情沒用言語可以表達當好。退休人員就深度愛用嘅歸屬感。不過初戀係冇退休嘅未家業。我退休我做工業咧，我梗係攞夾擺咧，個地位嘅要麼個事情喺我現我咪未聽裝，甚至個地位事情方面我咪做得做。花蓮縣鐵路退休人員協會成立16年，去年任命中接歷史中國後，出潮大家成立嘅職工服務處。當時我大概上到爬5、6沙、7、8沙樣田。我想到一開始做到了7、80沙，我就感覺真欣慰，緊做經驗，看那感覺到了，你呢生命有生之年，幾多年地，做得為了社會更發光發熱啊！我們這些人都是還是有那個能量在啊，還是可以服務啊，所以我又加了服務人群，樂活人生。5年之前，都係認為數到咧，你係唔係聽阿爸嘅聽住吹嘅讓響？依個老人家按到聽住吹先生，新大爽求願過身體咧。我大排推俾轉來，我講你老人家親啱咧，基本上都差掉都較簡單。65歲就按簡單就差掉天數多，95歲。我心肝如種想法，我係轉來花蓮之後。我一天就除了啲退休人，嚟天然聽先生。為社會做啲事情啊！第2月台，謝謝你，謝謝你。第2月台，謝謝你，謝謝。親戚嘅鄉親們，熱心嘅提醒人客愛操車嘅熱台，提出在退休過後。喺花蓮茶頭為15千嘅人客掙個票，都當日本人客還留幾條大嘴鼓。太佩服了，太佩服了！這種精神，都應該學習啊！為了人家幫忙做事情是眼裡起個用感覺就很好過日子，唔會講用日是過得很冇用嘅日子，眼裡老人服務眼裡個起個上都是一好過日子。
30年來都冇變，做到當歡喜，一出動機人生界最每日刻都限啲嘅風險。每日為安樂，入年中對推體中橋企劃初中退休過後，轉到故鄉花蓮，票下了解老橋嘅鐵路宿舍。過年過後，本退休人人又揸走的揸風地水嘅路。嗰陣時木料嚇，嗰充滿咪唔生充滿啦，嗰水咪拍拍入來啦。我歷史嘅冇咁大嘛，今日退休金一個月差15000元田，因行路都冇方便，行到嚟咧拿3000元出來，嗰錢金冇交濟啊，所以我哋就舉辦這個，那種無私奉獻的服務精神哈，不見。你就看到啊，一磚一瓦啊，每一個角落、每一寸牆面哈，所侵害的斐然的心血結晶哈。其實我想到了，咪係中年人嘅。你睇幾大片的土地，特別花蓮站嘅，舊花蓮站嘅站區，呢邊都有修理火車，按照修理廠，按照機務團。特別火車嘛，啊，來蒸汽火車頭，重新都改變天然。原來兩地花蓮6期重發期就大家共同嘅回憶。70人歲、80人歲、90人歲，重新出來上班，退休之後，逐日都該講特別嘅故事。我退休之後看到錢唔甘，心肝真酸，啊，酸的原因是。落水天去到咪都該啊，都該啉茶，獨造新的就去無茶。但是嘛安樣，記得上海做歷史中我的扮演，莫離開呢個所在，有可能到呢個所在。也會是係花蓮最武漢嘅交通中心。民國69年，北翡鐵路通車過後，茶頭就駛到兩下嘅新站嘅位數。除咗大家天天嘅唔記得時節，呢趟其實係抗地兩區老推天人嘅心肝頭度。送往讓來，一幕嘅比分禮盒，經典茶頭出現。花蓮茶頭等於平均就2萬人次出現，除了退休職工，沒為啲倆退休。這裡邊有沒有那個行李包裝？我跟你講哈，要記的是不是？你要記嗎？這邊去哈，左轉哈，行李房一件1天17塊，每個禮拜都有來2天，有時候3天這樣。現在這樣也不錯啊，比較。好像來這邊看人啊，比較不會老。因為佢哋啥吼當做經驗，因哋都有職工呢，佢本身啲簽字係一鐵路來上班嘅，所以佢對哋都當熟識。佢攞人他講嘅時間，咪做咧講到當清楚，也係體態嘅優點。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定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六當我們志工服務日，但是各車站知道我們這種工作之後呢，他們的這個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多，所以我們的密度，像12月我們本來想說2次就好，也變成到3次。因為我們運務段的員工人數比較少，所以今年我們就是在緊張了。結果那一天，那個理事長打一通電話給我，我心裡頭的石頭就放下來。職工服務唔單搶係服務，
协会每每开课做航线教育，也系相关课程，本年都退休职工，唔但想提高服务品质，每做的提升自我心灵层次。我哋咪要开那种嘅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安样课程。当然，希望你所有嘅志工服务队员用办贴心的服务，也攞情绪有关系咯。上次都同人家茉莉啊、绕 Q 用办火眼夜色来讲的，还不了解。我们要到那个凤林那个位置。花莲管理处是去管的是花莲度推动的嗰种0.762的在轨的佛萨你办公室入咗以後，你左邊咧按到總務室總務室嗰個表的副處長，嗰個係處長室，嗰個咧按會計處會計室會計室嗰個咧按到人務科，人務科就負責嘅營運兩位是係發動鐵路界最高行政機關，任中第兩組個總務處主任，幫我們本調到台北，一直走到企劃處中退休。佢係護理63嘅產業下出世嘅，初中畢業過後，慢慢做工，為到為 Q 月份安定嘅條路，還是啲護理叉頭做個受騙數嘅工人。你可能要拍拍想想把做唔起咯，提前去上班，提這動作就大愛去受騙數。跳講數起命就死，我隨接去做，基本上我唔敢做。其實我很殷切盼望講，我就有一個好嘅條路，鐵路行嘅人當做咧做中心嘅條路。拿到體育分業嘅全部本阿妹很感動到叫出來。就一鐵路以後，人開始不卡就是碗白米飯，咁樣來啊。導致機動軍下兩份條路，除安用的鐵路橋製造出係40年，後嚟某人個處理用安不是條去圖書，因每做嘅條路佢都啱起來做，對住介受騙數嘅公益，歸路做到企劃初衷，就算退休咧，就算抽到兩隻啱字，還係技術風險。雖然我到今日現在兩隻啱一隻口腔癌，一隻攝護腺癌，有限的生命不讓生命發光發熱，做得做當然盡量做啊。組織入面中咪抗戰主管服務，留記人選到鐵路文化導覽，本大家做得下了解發電，了解鐵路。那這是票的插卡是？插卡，以前名片式的時候，是，早期的時候從那邊抽，那他那個100張。有100張，就要放100張，放100張。夜叉中退休嘅曾繼雄對鐵路文化講得清清楚楚。兩紅一金。對，這個是司機演的，司機演帶的。那這個呢？這個那個是站員帶的。列車長的沒有在這邊，列車長全部是黃色的。我們通常是被服務的旅客。那如果沒有這個退休下來的鐵路工作人員幫我們去做這樣介紹的話，我們很難能夠理解到說這背後有那麼多人，甚至於說付出生命，甚至於是說把自己凸顯在這樣子危險的工作環境裡面，然後讓我們能夠有那麼舒適的旅程享用哈。所以這一點真的是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經過鐵路志工的這樣子的分享，讓我們下次在做的時候會多保持感恩的心哈。最煩厭的是航差的時節啦，航差的時節拄到各種的事情這麼nhiều扒手啦還有人昏倒啦有這種不注馬財啦強勢人呢，乜解釋有。就算退休了8年，還係長條薄膜摸到頭白嘅情形。航差咱變做個做當然愛工業的凍結凍快樂，按要看風景愛呢，特別薄膜。特別部門講落班明明就剛才時間唔到，特別喺部門呢。退役不休，兩區職工都係老人分享，咪快樂享受退休人生。大家志工吹講係話，老年之前有冇改變嗎？有改變當多哦，人生嘛較快樂，大家就老朋友看到面見面就當歡喜啊，老同事還有
那判2个以后啦。头摆退休太，你就想就到一般的退休人一样嘛。进来就更孤独、更孤僻哈，更孤老上。你俩老有请到头摆的老同事，尤其你的理事长安排当多节目、当多活动，不知不觉没退休样啊。好吗？带头发就没带了，偷摸进去，不行，现在你要7点半该去。最重一种上面满足嘅重要，颜色嘅专业落价值，第幾條嘅選項本看到，時間每度轉移，幾條前程繼續發揮生命嘅光輝，唔做不自家後悔嘅事情。你那名啊，是賣蛋清瓢的摸螺水瓢啊。